通關嘅便利化啦，因為包括咗司長都會提到未來入邊喺橫琴嗰方面都會引入啲新嘅設備，去能夠可以優化啦。咁未來譬如針對青馬口岸會唔會引入一個就拆面嘅嗰種咁樣嘅技術，咁令到通關能夠進一步去便利啦。隨住澳門同合作區之間嗰個嘅深度交流，未來入邊譬如而家嘅申請嘅嗰啲手續呢，其實而家仍然需要透過內地同澳門呢兩次去進行有一個行政手續嘅，將來能夠透過一戶通呢去進行有一啲續期嘅手續，減輕呢續期嘅呢啲嘅便利性呢，其實都係一種優化通關嘅政策。咁所以都希望呢司長喺呢方面呢去諗一諗下點樣優化。施政報告入邊都講到咧，嚟緊有好多一啲自助通關嘅通道啊，都會更新優化或者刷臉啊，或者即係前期啊，我哋一啲電子身份證啊，我的通關啊，一戶通，其實就係用喺關閘呢啲即係兩個閘機嘅，三門閘機又未用得嘅，即係其實未來一個安排部署會係點樣呢？即係都希望司長會去介紹，包括早日張永春司長講到啦，橫琴單排車嘅一個北上嘅政策，應該今年都預計會實施嘅口岸。嗰個壓力會非常大，包括而家澳車北上嘅港珠澳大橋口岸，其實壓力都非常之大。喺呢啲即係預備上面啦，通關嘅一啲通道啊安排上面咧，即係同頭先梁議員講到嘅一啲通關便利性上面有啲咩工作咧咁樣？關於通關會否喺青茂口岸加入呢個側面嘅通關技術呢？嗱，呢個呢就我哋首先喺橫琴方面係進行有關嘅呢個試驗。今年嘅呢個首先我哋係對現有嘅自助通道進行全面升級，呢個升級呢估計10月份就可以投入運作。咁我哋7月份、8月份會進行有關嘅測試，咁跟住呢10月份呢就一定係可以投入運作啊。咁到時候呢就係你用指模又好，用證件又好，用刷臉又好都可以。咁你話青茂口岸可唔可以做呢？咁我哋如果係橫琴如果成功之後呢，亦都可以推去呢個青茂，因為青茂都係合作實驗一次放下。佢嘅原理係一樣嘅，所以將來係透過呢個成功之後，我哋都可以同內地一齊去探討同研究嘅。而家呢就橫琴口岸屬於第3大口岸，咁而家目前嚟講呢，就係我哋不斷去優化。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亦都係透過其他嘅呢個譬如講通關二維碼使用啊，又或者係其他口岸嘅優化措施。